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王乐美杜老师伊写的《地獄國》這部第一篇小說是咧寫議會選舉甲北投。伊為一個讀研究所的學生阿良的角度來看1980年代台灣的選舉政治。這個學生阿良咧讀政治研究所，就愛寫論文。題目就是1980年代台灣地方選舉的研究。以縣市議會選舉為模型，因為有親戚介紹，伊就去做一位姓杜的議員的秘書，去見識有錢通摕，也可以使找論文的資料。故事背景是改念了的第一冬，無縣市議會的議長選舉，杜議員就是準備要去做議長的迄個。議會總共有49席。要做議長，就要有29票，上好有30票，才運動會調。小說寫的，若是買票，是投票進前，就要把這個票攏顧好，才袂偷走去。所以議會投票的前4天，杜議員就請幾個保鏢甲一台巴士，甲這30票做伙載去北投的旅社顧好調。這麼多人關佇旅社，當然真無聊。第一暗因先拍麻將，第二暗就去食飯唱歌去表敬記女經。小說寫講第3暗，也有一個議員伊甲摕到的錢攏輸了啊，佮摕30萬去表敬開。第4天透早，巴士佮甲因規定人再去議會就任投票。故事到這也未結束。杜議長選調無幾天，就予人檢舉買票，結果害阿良予人懷疑是繞白啊，伊驚到要死，走去秘佇淡水。落尾才發現對因去的一個保鏢就是警察，這件代志才會曝光。王樂美杜老師的台語寫了真活跳，就像伊寫着要阿嬤樓骹用田後，所有人攏回房。上樓梯的時陣，有人哭哭念，真無聊，無找一塊消遣，強要起笑啊！曾議員聽到耳風，就甲伊房間的眠床塞一邊，超出空間，踩一塊四角桌，當胸坎主動講要換內場，互大家耍甲歡喜。曾議員收到的料也錢甲落地啊碰曬曬，無地偷開。規定做一個鹹活來，規暝這間房薰味插片，蒙煙散霧，勝過地獄國。檳榔是改良的北投花椒，一粒一粒彈入鐵起的角度喙裡，無兩三個，竟然也熬出硫磺水來，這款的溫泉香。王老師佇畫頭也有寫着伊發現用母語思考、用母語創作，會超現出自細漢到大對出世甲成長的這片土地的記憶。佇這個充滿生命經歷甲生活體驗的環境中，有真儕故事會一站一站鋪上心肝眼。這篇小說寫的是議會選舉的文化地景。
县市议会议长这个位足重要。议会要开会时，是议长决定案件摆伫啥物时阵审查，甚至伊嘛决定案件敢要摆入去。议员是着服务地方，替大家敲代志。毋过若议员甲政府拄好无共派，就真歹讲话，也是着拜托议长。议长讲话会大声，是因为政府大细项代志拢着等议会通过。所以2018年天下杂志调查过，伫迄当全台湾当选的22个议长，都有14个身上拢歹案，互人调查过，而且就是乌西买票的案上侪。小说真趣味的是，写买票佮惊有人会走票，惊佮互别人买去，所以会甲所有人拢请去北投洗温泉，互因袂使甲别人接触着。内底也有写着，因为惊有人暗中走票，死毋承认，就配分逐张票，伫无共位置圈选，连指定所在凹一角、两角，也是偏倒边、正边、对中心线等等，精密的设计分配。开票的时阵，方便辨认掠出反背者。议长选举买票，嘛着保证摕钱的人一定会投互伊。所以自过去到今，除了册内底写的逐张票做记号，也嘛有人是圈选了，就摕出来互别人看，伊是选上。这个现象已经真久，嘛时常有人检举，引起袂少讨论。一般人若去投票，有无记名原则，就是袂使互别人知影伊投互啥，惊会受到影响，也是影响别人。毋过议员选议长无相共，议员是代表民众去投票，所以伊互别人知影伊投互啥，是一种交代。这件代志经过真侪讨论了，2016年立法院直接伫地方制度法内底规定，议会拢着爱记名投票。煞来讲北投这个所在，这部小说若毋是以北投做背景，敢会无相共？王老师这部小说甲真侪伊的作品相共，是有伊要传达的信息。主角阿良伫内底看到这个议员在做的代志，突然间感觉好笑。伊想讲，人用钱买伊的票，伊阁用卖票的钱来买小姐的虚情假意。这个世界真正荒涵无谱，所以这部小说叫做《地狱国》。地狱国就是即阵北投的地狱国，嘛是遮的人甲金钱、甲权势做伙对落的所在。小说内底写的北投是景致真好，毋过住伫遐的甲外客嗅到的空气却是混混的漚芳。伫册内写的1980年代北投，甲去遐的政治人物相共了然，去到遐就是进入地狱国。北投的表经、查某经，甲温泉观光的发展是直接的关系。第一个伫北投开温泉旅馆的，也毋是日本人，是一个德国人。伊是来做流放买卖的生意，发现遐有温泉，就开一间俱乐部，无对外开放，所以知影的人无侪。过当日本人才开始来遮经营旅馆。头起先是日本军队发现者，就新设军人度假甲疗养的地点。毋过民众嘛要洗温泉，所以就开始有商业旅馆。来遮耍的人变侪，酒家嘛愈开愈侪。战后政府是照工课发执照，互伫遮提供服务的女性，有跳舞的，有掠人的，有无共的服务，都有无共的执照。真紧，1960年代，北投变做日本观光客一定着来的所在。迄当阵，美国人伫越南咧烧战，度假的时阵，嘛会来台湾佚佗，因嘛是来北投。北投就毋那是温泉乡，嘛叫做温柔乡，因为旅馆生意真好，
所以北投的酒家菜那卡是服务生甲奥多麦载人载货拢变做是当地特色。1967年代，美国杂志 Times 内底介绍美军来台湾佚佗，有一张相片，就是一个美国人甲2个女性伫北投洗温泉。这张相片轰动台湾，即马伫北投的博物馆也阁看会到，因为这张相片煞演变做美玲事件。台湾刊伫国外杂志内底的相片，煞是2个无穿衫的服务生甲一个美国人，这互政府感觉足无面子的，因就决定要去处理这个案件。毋过政府无法度去办这个外国人，村内底2个台湾女性，毋过这2人一个是有牌的，一个无牌。那掠迄个无牌的问题会阁较大，牵涉到阁较侪单位，所以上尾互人叫去审判的，干那这个有牌的美玲，因为引起足侪讨论，社会嘛有真侪人替美玲讲话，上尾伊是互人判无罪。这个事件互北投甲美玲变足清，阁较侪人要去北投，拢去找美玲，所以北投常常嘛加出足侪叫做美玲的人来。迄个时阵，北投也有真侪间会当换美金换日票的银行。毋过嘛，因为这个事件，互政府开始讨论，敢着爱停止发执照，互遮会做性工课的女性，禁止遮的特种行业。1979年，李登辉就宣布要掠遮所有的表经，这件代志嘛有写伫小说内底。王老师就写讲，毋过北投的地下酒家，亲像厉害的特种生物，靠保护色连边化作旅馆形体生存落来。因成群结党，真紧伫北投古老的地下地上建立24点钟通道。无政府承认的交警也是基女，毋过特种行业的生意也是照做。北投这个地名原本是平埔族语记北投，就是红姨红婆的意思。地热国过去就叫做地热国，就是当年大亡，时常有人跋落去就受伤，所以叫做地热国。嘛有人甲号做鬼湖。这个所在西班牙人都有写过。伫1697年的时阵，大清国的官员徐永和就有来遮要采硫磺。过去因为这款烧水阁袂当摕来压田，所以人拢甲当作是无路用的毒水。日本人来了，才开始推广洗温泉。战争以后，伫地热国煮卵嘛变做足侪人来北投的活动。伫地热国边毋但会当买到青的卵，也阁有蚵仔番麦会当等落去煮。嘛因为地热国这个名无啥好听，才改做地热国。毋过煮温泉卵的时阵，时常发生意外。1993年，政府就完全禁止落去溪底煮物件。册内也阁有写着北投化石，这是目前唯一用台湾地名号的矿石。北投温泉的水有青红，而且伊的温度是真悬的。溪仔内底的石头，因为长期浸着这款有青红的温泉水，伊豆豆外口会结晶，这款石头就叫做北投石。北投石这个名是1913年日本学者去国际矿物会申请的名，伊用的是日语ホクト。这本册的册名嘛号做地热国，内底有9篇小说甲8篇3000字以内的极地篇。册内也阁有另外2篇，嘛是咧写选举政治。一篇是台湾危机选举法，内底甲买票的过程写了足详细，主要是咧写国民党因分拆了2个国民党的候选人无阁继续合作，所以就去买票，落尾煞互一个无买票的民进党少年人赢去。
另外一篇阿猴，这篇是写一个单纯的做事人，伊无想要种田，就去选船长。做船长了，豆豆入去政治界，伊安怎学晓遐的政治后部，完全变做另外一个人。这本册内底也有写历史的小说，嘛有写家庭社会议题的小说。王乐美导老师王永成，伊这篇《地狱国》是2019年台南文学奖台语小说的头奖。迄当台南文学奖的华语史头奖嘛是伊，伊写台语嘛写华语，摕过真侪文学奖。伊捌出版华语册甲台语册，已经有9本以上啊！大家若想要看，会使伫线顶找王乐美导。遮会介绍台语小说的节目，一个月我会做一集。节目头尾的歌是王昭华。之前有听友留话讲，伊听无影无只，迄集真介意，会去找册来看。对今日的内容，大家若有任何想法甲看法，嘛欢迎留话，也是写批互我，我会真感谢，因为年底我就要写报告。大家若介意这个节目，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伫白台留5粒星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EC Pay链啊。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人做阵。